这字毋是读中声的济，教育部乱教的，咱莫看。主济、子下济、计声济，宣讹济事，计声变动声，济事何来所谓的中声济呢？古文的济等于主，所以有帮助救济的意思。这字倒的鼻音就是济。子下济，中声济，真济安尼写，意思是真的救济，并毋是很多。真济并毋是很多，很多鼻音就是真济。这四字什么意思？先来看教育部国语词典的解说，读音积极多事，三声字哦。意思是讲源自众多的贤士百官。再来看一句，济济一堂，意思是形容许多人才聚集。济济一堂四字，倒一字有讲到人才贤士呢？原来济济讲的毋是多多，是人才，是高手、高手。这字济三声济，意思是优秀搁招有文。教经文的济安尼写，闽南语有一句挂伫我尾，伫我上正用的就是伫我尾，就是好水，就是精英。济的汉字搁加一个头，表示头部济高，表示真济精英聚集伫同一个所在效力。搁加一个水。比如人才伫如鱼得水的环境中，一定会甲才能发挥甲淋漓尽致。这集学写的字倒的鼻音就是济，另外救济、计声济，搁有三声的济，济事，意思是讲一流高手聚集真济，济是一流高手。济事则是真济人的意思。